台北风台也影响到外岛的交通，这金门偏湖已经是连续2天拢无航班啊！真侪这旅客行透早呢，就去到机场排队要等候补，所以因为偏湖有上万名旅客留伫遐，并韩局是协调国军支援4架军机来协助疏运。那金门的航班今仔日也恢复，小3通在1点半时阵也复航。不过这金门的天气是真歹，真侪航班是无多休落来，小3通到下晡2点的时阵也先暂停营运。虽然是落雨天，旅客赶紧挂大包小包行李，进入国军 C-130空运司机，因为终于登来台湾了。我们要坐军机。有搭过吗？对，没有。会忐忑吗？有一点紧张，但就想说要赶快回去。受到风台影响，偏湖离市离5、2天航班停飞，9万名的旅客滞留。民航局立即赶紧协调2间航空公司，总共70个航班来疏运，也协调国军4架军机来支援。2架由偏湖飞上山，2架由偏湖飞高雄。截至7点半，进入机场的等待候补人数已经来到1300人。那陆续持续都有旅客进入让候补。相关受到风台冲击的金门，松义机场大厅也是亏班旅客，真侪人想要回去，也过也是补不位。现在好多班次又取消了。对，今天也取消了。对啊。那如果今天也没办法飞的话，怎么办？明天再抗战。再去一架人民航空班机对台北飞往金门，因为天气的因素，坐2日了后，伊个让予赶紧休送的医疗班机起飞，错过降落机会，原机飞回来。天气无好，造成真侪班机无法度降落金门，只有飞回来台湾。海运方面停开2天的金厦小3通船班，将会使恢复了。等2天。等了2天就对了。对。是因为台风刚好就卡在金门。对。在1点半才恢复的小3通船班，原定要加开3个班次，不过因为天气无好，下晡2点又搁赶紧来停航。台北风台若冲击离岛的海空交通，也造成金门一间无人厝倒去，真侪树仔也倒去，林务所赶紧来救援。海鹰一直拍上海花，当期马皮湾的浦东码头，淡水滚仔马算这阵传出51件灾情，大部分是树仔倒去影响交通，也因为天气无好，人民航空2日下晡台马航班是全部取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